中华县的美术馆即马正咧展览增撥技术补助者郭金忠老师的作品，会当看到这插线按金彩绘者的技艺展现伫咧金身也个纸布顶头，俾后边将看到传统增拨的工艺内涵。关圣帝君、土地公，阁有观音，一尊一尊台湾民间信仰接看到的形象，拢是中华县传统工艺增拨技术保存者郭金忠老师的作品。即阵当地中华县立美术馆展出，写袂少对信仰、工艺有兴趣民众来欣赏。每一本迄个作品吼，甲迄个身份吼，拢感觉足庄严的，所以我足欢喜，我都足详细咧看安尼。你来的时阵，你无想讲你是去庙拜拜，是一个欣赏一场吼，足大迄个艺术品，真侪艺术品伫遮吼，大家会当吼，慢慢来欣赏。郭金忠艺师13岁就开始学师啊，师傅是泉州派的增拨名师邓必生，甲其他派系用粉线装塔不相无同，插线是泉州派上大特色。郭金忠嘛捌学过新明纸布的功夫，甲金属材质做的新明帽比起来，价较轻嘛较下金身，但是即阵已经愈来愈少人咧做。纸帽啊，伊就是讲究较轻。哦，咱嘛咧出去迎神的时阵吼，伊个帽啊较袂落落。吼，你大桥咧海，还是讲顶桥咧海，伊较袂去哦，甲愈伤着金身。纸帽是每一件拢是要手工去雕刻、手工去挂、手工去组合，所以讲就较无遐普遍化。会晓做的师傅嘛较少，做会水的师傅嘛较无。中华县立美术馆这边隆重展出郭金忠艺师105件作品，分做原木插线按金、传统彩绘按金、新明纸布等等。主办单位表示，希望透过展览，互民众了解传统增拨工艺技术，用艺术的角度来欣赏民间信仰的文化地址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